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桃园市长的选战。现任的市长张善政寻求连任，民进党的人选也未确定，也不过已经有定选到法务部政务处长黄世杰。立委王义川讲，黄世杰是上适合的人选，黄世杰本人嘛讲，家乡有需要，伊绝对未提示。 这张反两个相片记录台北市长蒋万安甲法务部政务处长黄世杰因过建中东涌的争议，即马两个人伫2026，敢若拢会参选市长。风声讲黄世杰有可能代表民进党拼桃园市长。大家用主客观的条件去做完各项的分析啊，黄世杰是这一次2026桃园最适合的人选，选队会跟党中央有跟他聊过这件事情。 那这3个主客观的意愿都已经达成。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嘛，证实讲，党中央已经进一步去问黄世杰的意见，更加讲，伊一直拢是高谈讨论的名单中，强调讲伊会甲收听。不过，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早就已经伫地方经营。对此，何志伟发表声明讲，黄世杰是伊温暖的同事，是桃园市长上好人选，伊会全力以赴支持伊。 只要桃园有需要，无论偌远偌晚，伊拢会出现。不过，前国民党发言人杨志武质疑讲，黄世杰身负法务部要职，未前开始就伫张雄雄出现伫桃园市新屋的农民节活动。桃园市政府活动甲部门业务无关，未前正式参选就偷食报案。 我有点不能了解法务部跟桃园的农产品有什么直接的关联？请问部长？ 还有请假吗？如果说真的有去决定要去选，我想他有他的一个做法，因为到目前这都是媒体的一个报道。面对质疑，黄世杰回应讲，农会有假活动的邀请函予伊，伊认为在地农家子弟一向重视甲关心农友，因此参加非公务行程，这拢有请假。桃园民进党的人选都还未确定，即马已经变成讨论的话题。 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